清嗰條咧係黃河，俗呢條咧係桃河，兩河交匯之後咧就一路流，就係我哋口中嘅黃河啦。原先黃河係清㗎，無啦啦俾人搞到污糟晒。私家車嘅樣啊，隻船。係喎。你收埋啦，你拍緊片㗎。影唔到人啊！咁影唔到人就只能水上行車。大個影少少咯。咁搞笑嘅呢架車，唔係呢架船，sorry，又跟你講車添。車啊！私家車啊！越嚟越駛向污濁嘅地方啦。各位游客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广场交汇观景台。现在呢，上半地点讲解时间，为大家介绍一下眼前的景观——广场交汇。人小一点没关系。在刚才的眼前呢，正在流经的这两条河，一条澄清的河和一条。